封面，黃金週報4000關口保衛戰 XAUUSD 現貨價約4007美元每安士，連續第4週下跌，週變動-3%至-5%。立場短線中性偏淡，中線先抑後揚，長線結構偏多。核心觀點 DESIS 一頁概覽，本輪回調為估值修正。非趨勢逆轉，價格自高位回調-10%至-12%，與實質利率上升幅度一致。三大背馳信號，價格下跌，但投機淨多倉上升。央行持續增持 ，ETF 資金開始回流關鍵作戰區間。上方阻力4090、4140，下方支撐3950、3900。一周價格統計與市場定性。黃金價格守住4000心理關口，空方未取得決定性突破26%，收市價約4007美元，顯示市場在關鍵心理位附近拉鋸，連續第4週收跌，反映宏觀因素驅動的趨勢性資金撤離，跌幅落在修正區間，與實質利率上行幅度相符，非恐慌性崩盤，跨市場儀表板。強美元與實質利率主導當前黃金行情，10年期 TIPS 實質利率約2.16%，為黃金最核心的反向矛。美匯指數 DXY 突破100，創13個月新高，增加非美買家購金成本。WTI Brent 原油回落至衝突前水平，避險日價收窄，金銀比約61.7，白銀跑贏黃金，顯示市場仍有風險偏好。宏觀核心。聯儲反應函數1/17FOMC 維持利率，但投票結果極度鷹派。聯儲以1201致票通過維持3.50%、3.75%利率區間一致性投票，顯示委員會內部對 Higher for Longer 政策有高度共識，市場難以壓住，內部出現鴿派裂縫，壓制黃金反彈空間。宏觀核心，聯儲反應函數2點陣圖重定價。預期路徑由減息翻轉為加息，年底聯邦基金利率中位數由3月的3.4%上移至3.8%，加40點子。18位官員中，9位預期年內至少加息一次，僅1位預期減息。實質利率上行獲得政策背書，黃金模式資產的機會成本壓力短期難以解除，政策可信度與尾部風險。新主席沃什強硬立場擠出政治性提早減息，日價沃什重新壓低通脹的承諾，市場對其屈服政治壓力、提早減息的預期落空。黃金部分日價來自央行被迫放水的對沖需求，且部分日價被移除一個結構性看漲理由，短期對金價構成壓力。持倉分析 CFTC、COT。關鍵背馳，投機淨多倉升至18週高位，呈現價跌倉增，結構價格連續下跌4週，但投機淨多倉不減反增，顯示有資金逢低買入，大型投機者空倉跌至5年低位，約30K 張，管理基金空倉跌至17個月低位。結論：聰明錢在低位承接，但多頭擁擠且空頭回補，動能趨弱。持倉解讀。多頭擁擠與技術性風險，空倉崩至多年低位是雙刃劍，空頭回補是上漲的重要燃料，但空倉耗盡意味未來急漲，動能減弱多頭擁擠，一旦出現利淡消息，缺乏新買盤承接，夜觸發獲利回吐式急跌。Saxo 警告，本週市場易受技術性回吐風險。資金面 ETF 持倉量與區域流向，全球 ETF 持倉仍處高位，長線持有者未出現恐慌性贖回全球實物黃金。ETF 持倉約4086噸，接近2月歷史高位4176.1噸，5月區域流向高度分化。歐洲為唯一淨流入區加 US 3.3班，亞洲與北美領跌。最新一周由流出轉為淨流入加5.1噸，為4月中以來最大單周流入，是底部企穩的早期信號。波幅與期權策略 ，GVZ 引申波幅約28，屬偏高水平，反映市場不確定性高。
GVZ 是 GLD 期權隱含的30天年化波幅，高波幅意味市場為不確定性支付高保費，高波幅環境下，賣方策略賣出區間外期權收取高權利金，勝率較佳，方向性攞倉成本高，止蝕需更闊。GVZ 回落通常配合金價企穩，區間收窄，結構性支撐央行需求。PBOC 連續第19個月增持，構成價格不敏感的結構性底部。中國人民銀行5月增持9.9噸，官方持金總量達2322噸，佔總儲備約9%。央行在價弱、地緣亂、高息環境下持續買入，反映去美元化的戰略性配置9%的黃金佔比，相對發達國家仍低，意味增持仍有長跑道，提供持續性底部支撐。情景、矩陣與機率分配三大情景分析，牛市基準與熊市。基準情景45%，聯儲維持鷹派但無新加碼。數據中性，金價在3980、4140區間震盪。牛市情景30%。CPI 就業數據轉弱，實質利率見頂，或地緣政治升級。金價有望收復4090，攻4300加。熊市情景25%，通脹黏成，加息延續至12月，美元再升。金價可能跌破3950，看3816。前瞻事件日曆29/6，7/3。本週為數據驅動週，聚焦關鍵經濟數據，7.2非農數據，預期加 172K， 為本週重頭戲，將影響市場對聯儲政策預期。ISM 製造業 PMI、JOLTS 職位空缺等數據將提供勞動市場降溫跡象，任何走弱數據都將強化實質利率見頂的敘事，對黃金構成利多。操作策略與風險管理，審慎操作，利用區間與突破策略並重。區間策略在4070、4090區間偏沽，在3900、3950區間偏濕，止蝕設於區間外30、40美元。突破策略有效企穩4140之上，則加多看4300；有效跌穿3900則順勢看3816。倉位管理鑑於 GVZ 偏高且多頭擁擠，建議輕倉分批，嚴守止蝕。長線資金可於3816、3950分段建倉。總結與觀察清單。核心結論：估值修正而非趨勢逆轉，回調提供中期吸納機會。5大觀察清單：1. 聯儲減息路徑；2. 美元 DXY 100關口；3. 地緣日價變化；4. 多頭擁擠度；5. ETF 連續流向免責聲明。本報告僅供參考，不構成投資建議。